主后2023年9月初4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。母后的切身叮咛。圣经箴言31章第1节到第9节。尼布伊勒王的老母教示伊的话：我的囝，我亲生的囝，我希愿得到的囝，我着甲你讲什么？毋通伫妇人人身上用尽你的精力，毁坏君王的路毋通行。尼布伊勒啊，做王的毋通啉酒，千万毋通。王亲好交酒，嘛毋应该。则免啉落去的，煞袂记得法令，片段困苦人的案件。交酒着互得要死的人，无酒互心艰苦的人，互伊啉了袂记得家己的善车，袂记得伊的艰苦。着为着袂讲话的人开喙，为着所有无依我的人伸冤。着开喙照公义判断，为着困苦善车的人伸冤。母后的切身叮咛。箴言若简单收集所罗门王的智慧精华，也收集方式的无共微分。若讲箴言是方式的基本教材，可能也差袂去倒。尼布伊勒王的老母伫训言中提醒，毋是在对囝落指导棋，是出自真挚的自爱甲自我人生的阅历。每一句劝勉，可能拢是这位母后捌亲身经历的心酸，所以真心期望家己所疼的囝莫重蹈覆辙。母后对正做君王的尼布伊勒提出几点劝勉，而且彼此环环相扣。大先，伊提醒囝应该控制情欲，避免浮盈。作为君王是整个国家的最高阶层，所拥有的资源甲权力，一般人是无才调通甲伊比拼的。因为安尼，安怎妥善运用这个资源和权力，需要极大的智慧甲定性。因为真济华美言辞拢是学得通辨明的引诱，这个伫箴言第5章已经详细讲述了。英国作家 C.S. Lewis 捌伫《小心魔鬼真聪明》的册明白指出，上聪明的魔鬼袂摕金蕉皮害人跋倒，伸骹甲人绊倒，反倒是搬来名利、权势、威望，为你铺一条通往地狱的空中大道。其次，伫讲到浮盈甲情欲了后，母后提到节节宴乐的要紧。伫繁儒的社交场合，君王袂免得要炫耀个人的铺张甲摆场，所以举办这活动的动机也是目的，是君王爱特别慎思的。繁儒谁袂介意？总是伫看起来若像无限制的社交场合，谁知影家己会伫酒水中陨落什么呢？只是酒醒了后，人总着面对安怎善后，就亲像电影《最后大丈夫》呈现的荒谬剧情，伫现实生活中也的确有类似的状况。母后谈论到酒，
是要劝诫君王应该时时保持理智，因为君王酒后会一时冲动，难保袂互国政规个歪掣无法度归正，搁较免讲会去细听社会基层的声音。基层族群是庞大的，而且人民才是维系整体国家正常运作的重心。做是啥人会当正视基层者，聆听因的心声呢？这个敢讲就毋是君王的天职。母后特别提醒，爱替袂当为家己讲话的人发言，呈现权力的对比。社会活动家西蒙威尔捌讲论听法指出，人无应该对伊社会地位提升就放任，应该对伊社会地位下降来放任。换一句话讲，就是权力哪大的，责任也哪大。最后，箴言想要用创世纪的分别善恶难题，爱君王伫善恶之间按正义判断，为孤苦无助者主持公道，这是对建构到今不断追求实践的课题，也是上主爱人形象来超找的智慧。回想过去人生经验，我是毋是有对这经历惨痛的教训，搁正做家己宝贵的智慧？当我拥有相对侪的权力的时，我使用权力的标准是甚么？回想过往人生经验，我是毋是有对这经历惨痛的教训？搁正侪家己宝贵的智慧。当我拥有相对侪的权力的时，我使用权力的标准是甚么？咱来祈祷，满有权能的上主，当我受你竞选承接无共职分的时，愿你帮助我善用你所赐的恩赐和权力，互我倚靠圣神的带领，行伫真理的道路，奉主的圣名祈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予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